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咧，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啲民生需要，我哋一齊禱告啊！咁最近《新京報》有一篇嘅文章咁樣報導，佢話近日記者進入湖南省嘅磚廠暗訪，咁發現咧有智障人士咧係被強迫勞動嘅，工資被工頭嚟到去侵吞啦。記者梳理文件之後咧，發現過去10年嘅裏邊咧，至少有50間呢啲磚廠出現工頭控制智障人士勞動嘅情況，被強迫勞動者接近400人，佢哋或者喺街頭被誘騙啦，或者係被購買啦，成為呢啲牟利嘅工具。好多磚廠因為招工困難，將工作就外判啦，認為工作外判咗出去之後咧，就同磚廠冇任何關係。所以對工頭嘅控制或者打罵智障工人嘅行為係視而不見嘅。專家指咧，咁樣嘅工作外包咧，唔能夠免除磚廠嘅刑事責任。咁樣嘅默許亦都係強迫勞動罪嘅共犯。我哋一齊低頭嚟到去禱告啊！天父，我哋求你讓相關嘅部門加緊巡查呢啲磚廠呢一類咁樣嘅封閉式生產嘅行業，立時咧可以遏止呢啲係強迫勞動嘅行為。我哋更加求你嚟到去改善喺神州裏邊呢啲庇護嘅功能啦，同埋政策啦，好讓呢啲殘疾人士咧佢哋真正得到庇護，亦都同時間咧可以繼續貢獻社會。我哋同心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聽到咧，呢啲殘疾人士被強迫勞動、被壓榨咧，真係好心痛。我哋切切求神彰顯佢嘅公義。我哋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下個禮拜約定你哋繼續一齊守望神州。拜拜。